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劉老師啊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好有趣嘅書，佢叫做《粵語有段古》。顧名思義咧，其實真係介紹緊廣東話嘅書啦。咁喺呢本書入邊咧，其實講咗好多關於香港嘅俗語或者諺語，有啲你哋可能都聽過，好似摸門釘啊、手指咬出唔咬入呢啲。咁但係你又知唔知佢哋係咩意思咧？呢本書咧，其實主要介紹咗五大方向。五大方向相關嘅俗語啦，包括哲理啦、行為、生活、待人、愛情等等。咁其實咧，基本上都涵蓋晒我哋日常生活常見嘅情景啦。咁除咗解釋咧粵語嘅呢個俗語嘅由來之外咧，亦都解釋埋意思同埋用法。你仲可以 scan 入邊嘅 QR code 去睇下、聽下呢個有聲嘅故事，咁就啱晒最中意聽故事嘅你哋啦。而且每一張手繪咧都畫得惟妙惟肖。睇完呢本書之後咧，你除咗可以了解到唔同粵語嘅意思同埋用法之外，仲可以了解到廣東話嘅文化，追溯翻粵語嘅歷史足跡。呢本書原來有成78個俗語咁多㗎，我相信你哋梗有啲係未聽過嘅。有興趣嘅同學記得去圖書館揾呢本書嚟睇下啦。我哋除咗學英文、普通話之外，記住唔好唔記得我哋都要多啲了解我哋嘅廣東話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